台语今天等，如讲文等，大家滚边。大家好，我小杰。嘿，咱今来讲吼，清茶爱对着事件。咱有当时看戏口味啊，还是社会上吼，有的人吼就是会对迄种款水搁香的清茶落去穿；有的人吼，伊嘛是有的家己的主张，想要穿出家己的款。要毋过吼，有的人吼，就是对着早前的人去清茶。就参考早前的人是安怎穿的安尼。50年前啦，20年前啦，100年前，这人是安怎穿的？嘿，啊，这款清茶吼，咱就叫做复古。你说讲迄复古啊，即马咱口语顶悬吼，较罕得去听到人讲复古即个词啊。啊，毋过有几款可能会就是讲，这是毋是一个新的词啊？家己翻做台语的，其实毋是哦，是伫个1932年的台语大词典内底，伊就收录即个词。所以意思就会当讲吼，台语本顶就有即个词。对，啊，若是要讲较白，其实就是像你讲的，就是有一寡人伊就爱去学古早人安怎穿啊，啊，看因是安怎穿甲啪哩啪哩啊，啊，则甲家己吼穿甲足比杂安尼。啊，毋过吼，咱要学复古的遮个人吼，有的人吼是因呢可能想法拢是无啥共的，有的人就是以家己浅的一寡印象落去学以前人是安怎穿，啊，毋过有的人做苛刻的吼，就是讲吼以前人安怎穿，我就是要安怎穿，而且吼可能佫有一点，就是讲吼，遮清茶实际上看的虽然是旧的物件，要毋过对即卖现代人吼，旧的物件，啊，即卖现代无接触过遮的物件，所以伊就感觉是新的物件。啊，毋过咱讲到复古吼，咱即马就要用较苛刻的角度落去甲观众朋友介绍讲，英国台湾捌流行的一寡物件。啊，头先吼，咱就会去想到日本对台湾的影响，因为差不多为1860年到70年代这个时阵啊，日本伊家己就引进西洋的一寡文化，所以引进一寡西洋衫安尼。所以到1895年，日本就统治台湾啊嘛，所以伊就引进一寡西洋衫、日本衫、洋装啊，还有西米露啊，吼，互一寡台湾的较好野的人，还是讲中产阶级去受到外洋的文化来去改变伊的清茶。除了对日本遐接受英含西洋的文化以外，吼，伫个日本时代的中期，台湾嘛开始慢慢接触到上海遐的流行，包括有一寡清茶、电影啊，佮有讲流行歌等等。伫个清茶这方面吼，大家较接想到吼，可能就是一寡女性穿的迄种长衫。啊，迄款长衫吼，含迄个时阵伫个清朝迄种，咱看到迄种男性的礼服是无啥共。咱即摆看到较接想到迄个款吼，咱会当甲叫做旗袍，只是吼伊迄个时阵长甲骹目，所以咱甲叫做长衫。而且台湾的女性佫会参考西洋人伊做衫的观念，改做吼较会使展现身材安尼。啊，毋过迄个时阵社会就有争论讲，遮个女性敢佫要互因佫较开放啊，穿佫较展现身材迄款较水的衫，啊，甚至到吼世界小战迄个时阵啊，这个政府甲民间伊就有去争论讲吼，敢要为着意识形态去禁止女性穿长衫，啊是讲要互这个女性做因去改良遮个长衫，啊，因为遮个长衫改起来吼毋若水，啊行路行动嘛足方便的安尼。啊，像咱洋装吼，伊就800款，有诶吼可能就是有一点一点的，啊有诶一蕊一蕊花，啊佮有一格一格，啊佮有像有诶吼就是爱穿迄种扣紧的。啊，伫个1960年代吼，因为迄个时阵台湾开始接触到美国的风格，就是迄个时阵的台湾的少年家，伊就会开始去对迄个美国迄款 hippies 的文化，代表有啥物自我意识啊，啊个人自由，啊佮有爱去反抗社会传统的即款精神伫个内底。亲像因会穿帕提亚裤，啊穿空白拉裤，会挂迄款乌灵目镜，啊佮有头鬃会插一蕊花安尼。当然，因为迄个时阵吼，因为戒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 hippies 的清茶吼，就连名事件、连名防受到打压，一直到1980年代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阵可能是受到日本爱豆甲歌坛文化影响。迄个时阵少年家吼，又搁开始咧流行讲吼东洋的清茶，也毋过迄个时阵嘛是搁有一寡改变，譬如讲吼，因会伫因的肩胛头，伊会加两片珠颈，啊有诶吼像迄洋装顶端吼，伊可能就会加敢若野型的迄种角，还是讲会加规件的 lace， 看起来就规人金死死。啊，到即个90年代时阵啊，就莫讲这一般的 T 恤啊，因人会就会继续穿这帕提亚裤啊，穿球鞋啊，啊挂乌灵目镜啊，啊讲到这 T 恤吼，迄个时阵大学嘛开始咧流行穿一领 T 恤啊加外套。大学 T。虽然讲吼，其实咱即马看袂感觉这是啥物旧时代的物件，等到讲吼，咱照安尼穿，会感觉咱平常是毋是就是惯时安尼穿 T 恤啊加外套啊安尼，其实咱嘛是平常大学生嘛是拢安尼穿。啊，我家己是较介意迄款 hippies 的文化，就是有小可叛逆安尼，像有迄空白拉裤啊，我今仔日嘛穿一领空白拉裤。你卡夹起来好大。哦，但是啊，毋过伊的布料毋是迄个年代，因为迄个时阵的布料。
时阵布料就是迄款较新牛仔裤，就是较硬挺安尼。啊，毋过我这就是较软的，所以就改良过，改良过的感觉。我就感觉，一寡复古的元素啊，加现代设计，我感觉嘛足新的安尼。足厉害！你是学舞台设计？啊，佮有服装设计。哦，无怪，清差就是安尼。你看咪这个头毛敢若小丑女。混搭风，嘿，混搭风。好啦，因为咱今仔日就是安尼慢慢来介绍一寡无共年代流行的物件清差，互大家开始知影。啊，就是甲迄种流传的背景，为虾米会流行，你有分享互大家知。啊，毋过这文化这复古这件代志吼，毋若是干那服装尔，其实面容啊，啊，佮有伪装啊，这方面嘛有一寡复古的元素伫咧内底。啊，有时间咱嘛会使甲大家分享安尼。是，安尼回去时间继续看大家今天档，拜拜。